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6月2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5篇，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1到第7节，马太福音第10章16到2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面对困境。感谢上帝的保守，谢谢兄姐的带导这2天越来越稳定，再过2天我就居隔满了再来就要做个快筛盼望一切都非常顺利再次谢谢大家的关心。这2年多来，其实全世界都在面对武汉肺炎这样的疫情，甚至变异种的病毒的肆虐，称为世纪大灾难，绝对不为过了病毒以及疫情的变化，天天都挑战着人们，挑战着医学专家，挑战着防疫专家。根据前副总统陈建仁副总统他在受访的时候表示，许多武汉肺炎的疫情的发生的这种过程是前所未见的。面对不同的困境，当然也都有不同的方式来面对。那比如说各国在处理疫情的方式也都不一样。那我们经历过这个武汉肺炎，从口罩的问题，到后来的疫苗，后来的筛剂就是 PCR， 再来的快筛剂，到现在进入的治疗的范畴的药物等等的这些科学方式来面对，但是仍然会出现有其不确定的因素存在。在从防疫到染疫，我们先不谈信仰的这个层次，就以一般人而言，也是需要信心的。什么样的信心呢？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对中央防疫中心的这个信心，听说很多人每天下午2点都一定要开着电视看这个中央防疫的记者会。对戴口罩的信心，事实上西方人普通是没有信心的，对口罩，对筛剂 PCR， 后来快筛剂的信心，对于隔离的功能的信心以及耐心，对于那些刚刚取得 EUA 紧急授权的这种疫苗也好，药物也好，这种信任都考验着我们。我们也非常明白的，没有信心就会失去耐心，就会乱了脚步，甚至会因此导致生命的危险。在染疫确诊的这个当中，真实的体会到说，不但是对于治疗、对于药物要有信心以外，更要在信仰上面有强烈的信心来学习依靠。听很多人的分享，可以感受到很多人在这个染疫的当中，有很多这种人在这样的期间失去信心，会摇动，也失去耐心，而有些人就因为这样治疗就失败了。以利沙和他的老师以利亚一样，都遇到了寡妇。虽然他们的整个的背景情形不尽相同，但是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事件当中，看到
彰显了上帝的能力权柄，透过先知所要成就的一个神迹。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一位寡妇，就是一位死去先知的太太，因为先生过世就没有了收入，就被债主追讨，挤进这种家徒四壁。他们连日常生活所需的橄榄油也所剩无几。在这种穷途末路的情况之下，这个寡妇来见以利沙先知，说明了她的困境。因为债主将要来把她2个孩子带去当奴隶了，以利沙则要他将家里所仅存的1瓶小小的橄榄油拿出来，然后要他们去跟邻居借空的容器，越多越好。以利沙就为了他们行了神迹。这个神迹如同他的老师在预言的将会发生干旱之后，他逃到了西顿，上帝在那里差遣了一位寡妇来跟他的儿子来照顾他。以利亚也成为这家子的一个帮助，这样的记载一样。他们只有剩下1把面、1点油、2根柴，但是因为上帝的应许，圣经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列王记上卷17章13到第14节，也类似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代，他的5饼2鱼的神迹。那个饼越拨，饼就越多。以利沙他越倒油，油就越多，一直到装满了所有容器为止。到后来还可以用这些油去转卖，卖成现金来还债。真的可以说是上帝的恩典够用。我们什么时候会遇到困境，没有人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也没有人知道。这种情形就好像现在什么时候会染疫，也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将来要差遣他们出去，就好像是进入了狼的口。将来会遇到一些困难，会遇到阻碍，所以耶稣基督要求他们必须要有上帝的智慧。耶稣告诉他们说，所要面对的困境当中，应该要有的态度。耶稣说，要留意，我派遣你们出去，正像把羊送到狼群中，你们要像蛇一样的机警，像鸽子一样的温驯。当心有人要逮捕你们，带你们上法庭，在他们的会堂里面鞭打你们。为了我的缘故，你们将要被带到统治者和君王面前受审问，向他们和外邦人见证福音。你们受审问的时候，不要担心说什么或怎样的应答。那时候，上帝会指示你们该说的话，因为你们所说的不是自己的话，而是你们的天父的灵借着你们说的。
要灵巧，要温驯，要有上帝的智慧，要坚定的依靠上帝，跟随上帝圣灵的引导。其实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就如同希伯来书所说的信心一样，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要有这种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上帝的应许。说的真是容易，但是要活出来，全然依靠的信心来面对困境，其实是很困难的。即使是难，就像在吃治疗武汉肺炎的药一样，医生告诉我们，那个药是非常的苦，因为为了要把这个病菌杀死。但是呢，还是要以喜悦的心来领受，吃药，配合防疫，然后我们才能够得救。诗篇75篇，上帝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宣扬你的伟大，述说你奇妙的作为。上帝说，我已定下了审判的日期，我要以公道施行审判。虽然地和地上的居民摇摇晃晃，我要使地根基稳固。我叫骄傲的人不要狂妄，我叫邪恶的人不要傲慢，我叫他们不要夸张，不要再狂妄自大。审判并不从东方或是西方来，也不从北方或是南方。审判是从上帝而来，他判某些人有罪，某些人无罪。上主手上拿着杯，杯中盛满了他震怒的烈酒，他把酒倾倒出来，邪恶的人都来喝，只喝到最后一滴。但是我要永远宣扬雅各的上帝，我要不断的歌颂赞美他，他要粉碎邪恶者的势力，他要加强义人的力量。感谢主赐给我们救恩，让我们在困境的当中能够靠主的恩典来得救，在困境的当中学习依靠，得蒙上帝的救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